你看谁来了？哇，係阿 Sam 喎！各位朋友，我係阿 Sam 啊！我想喺呢處恭祝各位新年財神到，啲錢會繼續嚟，所有學生哥學業猛進，同埋恭祝10個女仔10個都青春常駐，健康快樂，鴻蒙發達，今年財日添丁，朝晚開心笑盈盈，迎春同歡慶，民安國強盛。旗開必得勝，舉杯齊相敬。願你家家祖先有靈性，賀你身心康泰有強勁，期望8月今年更好景，祝你新春，祝你新春，祝你新春，心想事成。